急急如律令，三味真火，高火莫失。微波炉的怨气怎么比炼丹炉还大？这总比上回那小童反刍出来那好吧？来，刚出炉的九转大长生丸，吃了它巩固灵根，提高绩效。这个月 KPI 啊，就靠它了。九转大长生，老金，这丹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，赶紧吃，吃完了说正事儿。股神呀，苏醒在即，其地狱之火，沾衣就着呀，啊，洗不掉。他妈的送干洗店也没用，唯有芭蕉扇方能克制啊！你二位即刻去火焰山找老牛和铁山两口子，想办法把扇子给老夫借过来。借？老君，这个借有点微妙了吧？按正常是不是应该提前沟通啊？你放心，确实没有。那谁能借给你？上次还是去东海借我呢，现在也没还。哎呀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要讲点策略，懂吗？他们俩的儿子红孩儿在观音菩萨那儿当善财童子，天庭里啊都照应着呢。你们就提这个事儿，都是为了孩子嘛。总之，灵活取善，啊，规范操作。回来给你们申请高温补贴。听明白没？灵活就是没有计划，合规就是别被抓着，高温补贴顶多2根冰棍儿。说火焰山路途遥远，我们怎么去啊？哦，门口有共享金斗小黄鱼儿，扫码解锁首单免费，支持勾德贝分期。二位 ，come on，come on。立刻驳回采购部申请，用千年寒玉做服务器散热，预算都赶南天门镶钻了。法务部跟天庭环保署的官司打哪儿了？再废话，我就把废弃管道接到凌霄宝殿的空调外机上。天庭来的快递啊？使者呀。那行。有什么事儿讲吧，讲吧。楼上女仙子，牛魔王陛下，天庭为应对古神危机，需借芭蕉扇一用。借？可以呀。这把祖传风扇有6档随心调节，还可以带上飞机，赠与二位。不谢。嫂嫂，未免太玩笑了吧？您就别在这吹牛了，我们要的可是能扇灭火焰山的芭蕉扇。哦，你们说的是那个呀？芭蕉扇现在是本场60公里超临界发电机组的核心鼓风经理，他要是被借走了，下游的17个城市今天晚上都得点蜡烛。这大规模停电引起的社会动荡、经济滑坡、游戏掉线、直播卡顿，这责任二位担得起吗？就是，俺家扇子现在可是有编号、上保险、合法缴税的私企员工，能和当年一样吗？闭嘴！玩你牛了个有趣。哎，第几关了？让我看看。第一关1天了，想过老牛这一关，可真不容易呀。听见了吧？这就是我家老牛的态度。二位，请回吧。老君说要不行可以提红孩儿。那个红孩儿，哎呀，我的红孩儿啊！哎，你们也是知道的，这孩子啊，现在在体制内发展，虽然呢工作多了点儿，工资少了点儿，但是我们夫妻俩还是支持的啊。
我们相信天庭是公平公正的，不会因为父母不配合工作，就给孩子穿小鞋，对吧？是嫂嫂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我还有会要开，二位请便吧。这给他扭的，装什么玩意儿？还上来拿手指根抠咱俩。別着急啊，我有辦法。你不會72變嗎？你變成紅孩兒的樣子怎麼樣？我不會啊，你不會36變嗎？我也不會啊。這怎麼辦？看來西遊是解決不了咱倆的問題了，只能用聊齋了。你要幹啥？畫皮。兒啊，你再忍耐忍耐啊，等娘攢夠了錢，就給你贖身。加油，羅剎女，你是最棒的母親。兒啊，不能想了，不能想了。这外面鐵板燒，裡面開冷庫，溫差夠大的。扇子呢？碰到的是我们廠的自毀裝置，5秒鐘之後，這裡就全部都炸掉。啊！怎麼辦？怎麼辦？快！怎麼辦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逗你玩的。您就是天庭的特派員金箍棒吧？你認識我？我是來借芭蕉扇的。啊，雖然你是來借我本體的，但是基本的待客之道，咱們還是有的啊。來坐吧，別客氣。哎，金先生啊，在談這個借之前呢，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 ROI 分析和風險評估，怎麼樣？別幹了，這風險也太大了。